李廣裕議員。多謝主席，我發言係支持黃錦輝議員嘅議案嘅。之前我同陳百里局長亦都傾過，近年人工智能嘅發展呢係一日千里，係佢10倍有多。我認為 AI 真正嘅價值呢，不只係在於 AI 模型本身有幾先進，而係在於佢可唔可以被廣泛應用，真正進入千行百業。根據花旗嘅預測，全球人工智能嘅市場嘅規模咧喺2030年咧將會突破4.2萬億美元。中國信通院亦都指出咧，人工智能已經由技術嘅展示逐步走向產業落地。下一輪嘅競爭咧，唔係就係講緊誰有最強嘅模型咁簡單，而係講緊誰可以最快地將呢個 AI 嘅轉化咧轉為一個實質嘅生產力。因此，我認為政府喺 AI 時代嘅角色咧係需要重新定義嘅。政府唔應該只係一個資金嘅提供方，更加可以係一個產業生態嘅培養嘅器皿，甚至係技術落地嘅試驗場。過去唔少嘅創科政策咧係採用呢個批錢嘅模式嘅啫，即係話企業申請自行研發。但係 AI 一個特點咧就係話好多嘅垂直行業咧嘅模型其實有高度嘅重複性，即係話100間中小企做物流嘅 AI。可能都需要建立佢哋嘅客戶系統、知識庫、文件分析模型，最後政府可能要俾多100倍嘅價錢嘅資源，但係成果喺呢啲中小企入邊咧，可能只係大同小異。好多個中小企本身咧，亦都因為缺乏呢啲數據啦、人才啦、算力、投資，亦都因為咁而少咗得返1%嘅情況底下咧，好多項目可能好難真正嘅落地。相反，如果政府去牽頭嘅話咧，我哋如果揀一啲重點嘅行業，集中資源去製造呢啲嘅垂直行業嘅模型咧，再開放俾翻啲中小企用，效果可能會完全唔同。本人早前參觀過一啲廣州同埋深圳嘅創科嘅訪問團嘅時候咧，就真正見到好多值得香港去參考嘅案例。廣州有一個區政府，佢積極去推動人工智能加，唔單止提供資助，仲直接去搭建呢啲嘅普惠 AI 嘅平台。佢形成咗成個產業數據嘅沉澱啦、數據訓練啦、跨行業嘅一啲賦能啦，同埋數據嘅反哺，成個嘅循環。政府去搭建呢個 AI 嘅共同嘅平台咧，企業亦都可以共享佢嘅算力、模型同埋佢嘅數據，係大大減低咗佢哋開發嘅成本嘅。而深圳佢有個 AI 嘅生態社區嘅模式咧，佢由建立算力啦、數據啦、場景啦、合規啦呢方面成個支撐成個平台嘅話咧，最後尾亦都吸引咗超過200間嘅企業去進駐。呢啲嘅案例講明咗，其實 AI 喺政策上咧，唔單止只係派錢咁簡單，仲可以係構平台、構建平台。數據顯示咧，中小企咧，其實佢喺推進呢個制定化嘅模型嘅開發同埋應用嘅時候咧，前期投入一般喺50萬到500萬之間。佢哋每年嘅營運嘅成本大概係30萬到200萬度啦。咁我哋再加上啲 AI 嘅硬件嘅前期投資啊，內部又要有啲專業嘅人才啊，仲要有坊間有好多唔同嘅生成式嘅 AI 帶嚟嘅數據安全嘅隱患咧，會令到好多中小企喺未開始嗰陣時咧就孭上3座大山。如果我哋用呢100間嘅頭先我舉嘅例子，100間嘅企業各自去申請補貼，重複開發模型，成本就會變100倍。但係如果由政府去集中去共享，做一個共享嘅平台嘅話咧，開放俾翻啲企業用咧，就可以大幅嘅提升翻呢個成本效益嘅。呢個就好似過往政府去興建科學園、港口同埋機場一樣，政府未必要親自去做生意，但係可以將呢個基建搭好，令到成個產業可以用更加低嘅成本、更加高嘅效益去發展。香港其實有好多好好嘅條件啦，我哋擁有一個國際嘅金融中心地位、成熟嘅法律體制，同埋大量嘅金融、物流、醫療呢啲嘅應用場景。喺另一方面，香港嘅企業咧，其實普遍嘅規模咧比較細嘅，更加適合共享式嘅 AI 平台。根據調查顯示咧，2025年咧有88%嘅受訪嘅企業員工咧已經開始喺工作中咧使用 AI， 即係話個市場其實非常之龐大。所以我建議政府，我哋可以咧選定金融啦、法律啦、政務啦、醫療呢啲重點行業咧，去考慮由政府牽頭去做呢個垂直模型。我哋可以建立啲公共嘅 AI 算力平台，減低中小企嘅成本，令香港真係可以成為一個真正嘅試驗場啦。由香港嘅政府服務、市政嘅管理咧，去率先去行嘅。真正嘅 AI 嘅發展咧，從來唔係科研嘅競爭，而係應用嘅層面嘅。我哋希望我哋未來香港可以把握好，成為下一代嘅產業嘅主導權。多謝主席，我謹此陳辭。